大家好，我係朱姐。咁今日咧就會同大家睇一個最豪天下3房2套海景前後花園靚裝嘅獨立屋，或者睇睇啊！最豪天下位處路輝路，私隱度高，環境優美，好多知名人士都聚居喺呢度噶。附近有超市，屋苑亦都有村巴同埋豪華會所。單位2447尺，採用半層式設計。單位咧就可以泊到4架車，咁有前後花園，全屋安裝咗波紋胡桃木地板，使用意大利圓片水晶燈。大廳嗰度亦都安裝咗北京4合院嘅古董櫃。但係嗰個花園咧就向南向海嘅，咁已經安裝咗保安設施，直通警局。再上一層就係飯廳，亦都係用北京4合院嘅古董櫃做飾面，連接返去露台，引入室外嘅光線同埋海景。廚房係新造入牆 Miele 爐具同埋專業嘅廚房家庭電器。書房入口就夠晒書卷味啦，全屋寬頻入屋，望返屋苑嘅球場，景觀開揚。主人套房呢，有一面牆都做咗花梨木嘅衣櫃，有露台，望返吐露港三門仔嘅海景。附近就係高爾夫球場，可以同朋友一齊打 golf 啦。套廁有浴缸，同埋安裝咗個玉石洗手盆添。最後我哋睇埋間貓房啦，景觀呢就望返白絲嶺嘅山景，有套廁。全屋已經做好防水工程，你睇個天台海景幾靚。單位係咪好靚呢？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或者想約睇，歡迎聯絡我朱姐。拜拜。